大家好，我是莊春。今日來教大家用來做 AI 嘅行業主播，嚇，一步一步來介紹，大家來做了 AI 主播嚇，因為比如講你講演講節想用 AI 讓大家打招呼嘅時間嚇，咁就做咧用咗隻樣片來傳俾大家嚇。因為希望當下擺嘅社區媒體等輩嚇，當到行業樣片嚇，來幫大家分享嚟嚇。所以禮拜呢做了小可有4隻步驟嚇，我慢慢來教大家嚇。第一隻來生成了影片嘅部分嚇，了影片嘅部分大家就喺了網站嘅個網址，我全部放到個了樣片嘅底下嚇，大家來做嘅時間就。下邊有個網址都在落去哈，佢提示咗來生成影片，哈，佢樣片嘅部分哈，就在用個ChatGPT 來生成。假使你冇了功能哈，你就在用靜態嘅照片嚟做的，來慢慢來教大家哈。好，所以講提示譜呢，大家到個 ChatGPT 啲地步哈。順後你可能有隻 Sora， 哈 ，Sora 就係個生成影片嘅。網站哈，按klick下，好，按klick下，叫到呢位哈，呢係我偷擺做出來嘅樣片啦哈，該按度來看一下哈，等輩應該有一隻我來幫大家看一下，好呢邊，好，呢下邊有一隻describe your video 嘛哈，呢位做咧寫講因為寫乜嘅事。好，因為生成有乜樣片哈，我頭先用日文啦哈，我唔是唔啲翻譯做嘅冇哈，不過假如翻譯你我幫大家講喺頭擺生成嘅哈，你係隻日本嘅主播啊，日本嘅社媒啊，你係我一擺做嘅哈，我攞去 copy 過來。咁有冇做埋用日本咧？因為日本咧可能佢資料較多。好，佢樣片嘅資料下多，所以講你用日本嘅話，可能下生成出來嘅樣片可能下清楚了解哈。假使你想講，我某一天用該兩隻我用別的提示詞嚟做的，哈，該就做在去到該翻譯系統 Google 翻譯嗰邊哈，你就直接打講一個。可愛的女主播，對着同學，好，而家女主播佢對人 camera 嘅講法，呢位你就得複製，複製，然後給它 copy 過來，好，嗰度變到咧下邊咧咪就加 describe your video 呢位咪哈，嗰度嚟等下來。好，呢位就咧傾一下，好，本佢講我講來過來點。好，呢位就往上嘅個箭頭哈，呢位就都設定哈，比如講因為比例哈16:9，好，因為解析度的描述，好，呢啲全部做在其他來設計啦哈，該有。其他來先講呢個樣板設計哈，你好，比如講你係做咗一隻 video 兩隻 video，還有4隻樣片，好，你係個時間，好，你係個解析度，好，你係個比例，好，你全部做在其他先，好，選好嘅時間哈，你就按一下那個往上的箭頭 create video， 好，叫做會做一隻video 嘅部分，好。咁我哋可能需要一點時間，好，就得等一下，好，度生成一隻影片，好，那影片10秒鐘嘅影片嘛，哈，就得攞佢播放來看下，好，呢邊禮拜冇講係來貴人，好，結果佢可能生成係。華人啊，哈，呢個 AI 嘅這個問題，好，咁就攞佢下載下來，
那老该画面本大家看一下。好，两位，好，两位加箭头嘛，哈，往下的地方哈，刚刚做在下载。好 ，video。好，按等一下，比如做在download ready， 好，按 download。好，按的体日谱如做好呀哈，体日谱按有加 AI 的虚拟主播。好，当然家虚拟主播会听筒嘛，还有其实实物会听筒安尼。好，不过其实冇听筒嘅冇相干，按做咧用该相片来做未做得啦。好，咁咱按的体日谱，好，咁体日谱咧，好，按有到按因嘅该AI 的共创平台，好 AI 共创平台两位哈，该两位的话，大家做得我帮大家看一下画面。好，两位，好，咁兩位呢，大家就在輸入翻譯哈。咁講，咁假設你直接來講嘛，個法哈，你就在直接用客家話來講出來，你寫出來，咁你就在用，唔是用個翻譯兩位哈。剛剛用個翻譯本做一本不大家好，大家看一下哈。好，两系翻译的部分哈，咱做在翻译啊，翻译的时间做在选择语言腔和流腔而已，好，咱就翻译一下。好，了有翻译的拼音到翻译的汉字的部分，好，咱就在请了又加 copy 嘛，哈，了未动工了加 copy， 然后选择汉字，好，咱选好的时间呢，还你就到了两位哈，你就选择客语的语音合成的部分。好，你就到该那客语的字呢哈，打过来哈。其实两位其实就莎莎人变成莎莎听的，其实其他差不多。好，韩国两位呢，好，如动到语者不能选择啦，两位。好，那前面时间呢係N 其加6嘅哈，該大家就在去到該賬號設定嘅該片哈，因為N就本大家就在客製化語者，比如講你就在喺亞社會嘅哈來留旅團哈，其實唔是講漢語啦，你講方言未做得，好，所以如果加上就做得啦哈，啊你用來當白哈，N 就讓你訓練。韓白你弄做在農業上呢哈，或某類社會上呢哈，來講法嘅哈。咁過因為因講該詐騙哈，所以講因也會做嘅是某動強嘅哈，因就把那個一些聲音的特徵哈，拉去納走哈。所以講某動強啦，咁過假如你喺社會裡聊嘅時間哈，佢講起來就從社會上嚟哈。好，這本大家參考哈。對，你家賬號就在用63音，好，按嗰轉來按嘅叫做語音合成嘅地方。好，按住讓亞視打落來，哈，兩位就在選擇亞腔調哈，比如講你想用趙安腔，哈，咁當然時言腔啦，回腔做嘅較多。所以講佢係唔會出問題。該趙安腔因很大整理資料，所以講我哋冇動態把握講，做啲念出來哈。兩位嘅是講要動到上來提供本大家哈。兩位上呢大部分係該講課電台讓人聽書，佢提供了到上半人做訓練，好，所以講大部分其實係講課電台本人嘅資料，好，人就訓練成模型嚟，好。好，按照請你揸啊，按到念看啦，好，因為認定可能係講該趙安腔嘅嘛，好，按到係佢念出來幫大家睇。大家好，新年快樂！
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家家幸福。好，所以讲可能做出来会嘛个上，写个写枚，来回上全部做得。你会空调，你看嘛个空调，你就其他选择。好，该做好的时间呢，按就落去下载下来，该顺便就加储存嘛，你就来落去储存下来。好，该就像是比如讲就对可能断词啊、拼音某种动画的时间，你就来按下编辑拼音编辑不去让它正确这样。好，按储存。好，按就做好第二步的所以讲按两万就一只让片，按两万咪就一只上，好，按来到按第三只网站。好，该第三只网站呢，主要系做该嘴型同步的，就是讲按讲法是按会嘴巴会疼痛嘛，该就做在用了该下尾你到了只网站之后，下尾一只new加 new 的个地方，应该klick下去，好，该 enter 就两家地方一家是那个让片的地方就是 drop your video 嘛在下尾就会个 drop your你的那个什么音档voice 的，按那个睇下按走东西来落来好，第一家就会按睇下加让片。好，第二家做按跳啊，一家行业上，好，按选择好了按钮和该右下角的一个就橘色一条叫按照 generate 要不去生成不过两位呢，未时候本大家地理下因为下边呢好，其实顺天呢走在不你选择例如说就是 output 的这个解析度为丰为了就加按照 output 的 resolution 该位就走在选择讲你要是1920x1080是做宽荧幕的大部分就选择位了按选好就你就走在可以生成可以生成而已。好，生成每有一点时间来做而已。好，按等你好。好，按就做好诶按就加让片，按现在烫，记得两百年。大家好，新年快乐！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家家幸福。好，按看起来按效果很正好该顺天就加要 download 的该 icon按来klick下去。好，该是记录下载好了按的提散谱就做好诶最尾呢，按上要去加点文词就标题了对该按就去到最尾一只网站，按到Canva 的网站。那 Canva 网站呢你开始呢就可以加新档或者其他选择该影片的地方你就会选择了1080让片。好，刚才顺头按照请你家按到上传的，好，了就加上传嘛按让让片上传上，该让片我选择所以两万就够系又上又讲法的部分好，该了是按的让片到了位，按到去了位就加上传的该做状况你可能看起来就按水按顶顶够而已等到去完全静好的时间表示了让片就上传好了按等赖到该场景地板按了 OK 好按来赖到该让地板好。大家好，新年快乐！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家家幸福。该让片的台式按就落去赖好来日版按就希望做咧加了
行业该温室落去，好，本大家下底个一个念嘛东西安尼，好，所以讲了为做咧选择就了温室的部分，好，大家当做提方我选的哈，俺就选了日本就做的，好，了为温室的部分。好，咁温室但考唔到呢，你做咧加也都有可能係了要動到哈，跟住邊框啊、線條、長方形啊了都有哈，好，你做咧加落來，啊，乜用了度，咱用了簡單就好啦，哈。好，喺度咧拉起來，拉只加嘅大小。好，安可能可能要動有點濟哈，跟住做咧啦為有加透明度的提放，好，你就會調整一下，好，調整差唔多安就唔會難看啦哈。你用慢調就可能幾格啦哈。好，你為每項你都有乜個圖像啊，大家就去加可能就加嘛東西就去加落來，好，該你會。冇差了哈，反正就干嘛就去加加哈。好，按做好的時間哈，你做得按有算做好的哈，本大家看一下叫分享的地方，下載的地方，好，了為加分享哈，你睇一下分享，好，按人家了為加下載，好，你就選擇 MP4， 好，讓片的部分，好，按就講按就做好的。哦，按就完全做好嘅。不過你為都補充介紹一下，就比如講你可能摸了讓片，哈，就摸個 Sora， 哈，因為 Sora 可能就等於摸，哈，咁用辦到提日譜嘅時間，哈，就摸讓片咯，用辦做呢，哈，你慢慢教我哋用辦撈個相片咧變做讓片嚟，哈。好，你做得去然後一隻凊彩啦，動作，你其實動作該做網站做得生成圖片的哈，該按先撈了，你再 copy 下來，好，你做得去到一隻按到 EDGrand 的一隻網站哈，你網站我會標本太網址嘅標本太高哈，第二隻，好，該單位就做一下。好，單位做咧寫了哈，你寫好嘅時間哈，你就先去一樣強容先去生成，好，生成一張圖片，好，那張圖片呢下來，好，那圖片下來哈，我們就按另存新檔，好，那圖片下來哈，就轉去呢個做Canva 嘅地方，好 Canva 嘅地方，好，你做一張。主播的影片，好，該就按一下那個新的建一個新的檔案，讓片了未？好，該就上傳的影片，哈。跟睇下呢一張，好，按落來哈，你係咧按個讓片嘛哈，因為可能，假使你冇法度生成影片嘅時間用量哈，咁下邊呢位呢哈，下邊按個，比如講，因為我們要生成10秒的影片，好，按到下邊就賴10秒，好。咁就算是呢，你講法時間，比如講，你就算是講法倒嘅時間下倒，因為下衝，哈，咁就賴下衝的，哈，好，咁就按先做了隻讓片，哈，按做的從頭該分享嘅地方，哈，按做的撈去分享，下載那個影片，哦，按體日譜嘅讓片就做好嘅。好，提出讓片做好，雖然講佢唔會聽筒哈，不過電腦認為佢係讓片嘛哈，所以講按做得調到按提散的步驟嘅地方，哈，先佢來念出來，哈，好按到來到提散的步驟了位，哈，了位，好按
恐龙按走礼拜哈，要为按人家 new 的地方，好，好，人家就人家壤片的部分，好，按选择按新走出来的壤片，好，所以人家壤片其实唔会听痛啦，是吧？按看下其实佢唔会听痛，因为佢係上片嘛，好，好，啊，你下邊呢就會該講法的上，好，所以同做咗恐龍啦，哈，你恐龍按那個 generator， 啊。記錄就得做出來，嚇等下佢個樣片咪強啦嚇，佢會講法嚇，所以講佢本來樣片是唔會講法，因為佢係個圖片做出來嘛嚇，不過佢大家最新同步的時間嚇，其實佢會講法嚇，你如果 AI 動強嘅地方嚇，佢會佢家來運算啊，看個個嘴巴用過嚟某個地方，好，佢會佢家來做。不過可能比如講實位動作啊，哈，佢就冇，哈，因為可能像是假如用 Sora 來生成影片的時間，哈，佢可能有點手勢啊，哈，因為動作啊，因為聽痛啊，嗰啲哈，該呢啲呢，哈，是還冇法做解決，哈，不過可能我知道。你們大家生成影像的該技巧呢，可能大家慢慢會入啦，所以講生成影像可能還沒問題，所以講反正入影像的世界哈，就做咧撈去變落來，變落來的時間大家你喺影像就做咧搭配加手啊，哈，還有一些動作啊，還有一些可能加跳那位。繞來繞去啊，哈，比較活潑，比較生動啊，哈，大家都做用呢個方式，哈，你們等下等於生成，哈，呢個影像的生成哦，是會還蠻點啦，哈，該，所以大家會花點時間，我就算是假設你有香港你有做下豆這樣的話，你可能就加入會員嘛，該好付費，佢會算力會本下豆，跟會下加豆。好，比如講你要做下多的時間，哈，比如講你要開一家 channel 一家頻道的時間，哈，該你做咧加入會員，好，佢會做下架，好，冇可能就得有其他來做安尼，好，該基本應該教了，主要是講希望呢，哈，大家係咪就實踐做咧老了都有樣片啊，哈，做咧做好的時間把它變到該名單本，好，你們做好誒。好，應該食湯要上哈。大家好，新年快樂！祝福大家生日快樂，家家幸福。好，你看，假如用圖片來做的時候，看就是比較死板哈，就佢有實物都改沒有，但是佢唔會聽痛哈，就是佢嘴巴會聽痛，好，所以呢係佢缺點哈。所以講，當然一開始希望用該 Sora 來生成影片做呢個原因啊，哈，好。該呢一組基本伊做出來嘅個樣片，哈，本大家看，應該呢係最美嘅，哈，呢位，呢係最美做出來嘅，哈。大家好，新年快樂！祝福大家生日快樂，家家幸福。好，做好時間大家就做喺用到該 YouTube 網站單位，冇就做喺下載啦。他來自家傳本那好朋友哈，本去分享了啲樣片哈，因為希望講韓白啲啲社區媒體等本哈，當家做得看到行業部分哈，不論講因為來咗強調四海大平安，好，其實嘅語音合成全部做得合成哈，好，該基本教好就教到呢位哈，但大家就問問題呢，做得到該留言嘅地方留言哈，香港韓白大家想學埋嘅東西哈，就做得到下尾來來敲碗哈，來教大家哈，看大家做埋嘅東西哈，做得希望哈不論係 YouTube 啊、IG 啊、Podcast 嗰啲哈，當家做得探到客家嘅上哈，基本希望大家好，我係壯生，希望大家新年快樂。